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的65岁以上的时代，差不多有50个人，其实呢，身躯顶拢有3种以上的慢性病，所以致使会有营养停达期的风险。中华关是参药师公会来合作，由公部门引入药师去到日照中心来服务，加强营养的管理，希望讲会当个人优先来守护时大人的健康。药丸仔红的黄的包包咧一大袋，有当时时大要食药仔时刷雾洒洒。为着降低时大食药仔风险，中华县政府参中华县药师公会合作，首创由公部门引进药师入去日照中心服务。你知道你吃什么药吗？非常。这个是促进血液循环的。有很多长者，他可能有很多不同慢性病，常常就会有多重用药，药物吃太多，其实还是会造成一些副作用、一些交互作用。药师进入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以专业的角度去协助，然后去沟通。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大约有50%的人拢有3种以上的慢性病。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在安尼情形下，时代常常会重复食药啊，可能会造成副作用。透过甲药师公会合作，引进药师去日照中心，建立款药仔流程加相关的设备，守护时代健康。让我们药师到日照中心来做一些用药的整理，还有这个药力的一个建档全国率先能够让介入这一个领域里面那让我们药师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再次的提升提供的服务。中华卫生局表示，专业药师进入日照中心，会当加强时代用药管理。目前全县26个乡镇市，计共有28间的日照中心有药师服务。未来嘛，希望达成全县80多间的日照中心拢有药师进入辅导的目标。药师公会嘛，望这项制度会当推广去其他县市，落实个人优先城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